歡迎收睇2026年5月25號新聞摘要，我係 Sarah。以下係為大家選取嘅幾則頭條新聞。美國總統川普宣布，美國同伊朗可能達成嘅和平協議已經大致談判完成，封鎖多時嘅霍爾木茲海峽亦都正係準備重新開放。川普喺白宮發表演說，形容今次協議係歷史性突破。要知過去幾個月，雙方因為伊朗核計劃同國際制裁問題，搞到戰火一觸即發。而控制住全球大約1/5石油運輸嘅霍爾木茲海峽，更加一直係美伊衝突嘅火藥桶。川普強調呢個係佢喺中東地區最重要嘅外交成就，係經過同區域盟友幾個月私下斡旋先至達成。雖然戰略水道重開有望舒緩全球能源市場嘅瘋狂波動，但市場目前反應審慎樂觀。川普透露，正式協議好可能會喺未來幾個星期之內正式簽署。烏克蘭首都基輔今日清晨遭遇近幾個月嚟最致命嘅空襲。烏克蘭官方證實，俄軍發射最新型嘅真樹彈道導彈轟炸基輔，目前已經造成最少4人死亡，大約100人受傷。襲擊發生之後，基輔上空冒出濃煙。大批嘅救援人員正爭分奪秒喺倒塌嘅建築物瓦礫堆入邊拉出生還者。有目擊者形容，當時成個首都都聽到震耳欲聾嘅爆炸聲，民眾慌忙逃生，尋找掩護。最令人痛心嘅係，死者全部都係無辜嘅平民。遇襲時，佢哋只係過緊最平凡嘅日常生活。今次嘅襲擊導致多棟住宅大樓嚴重損毀，國際社會隨即強烈譴責俄軍嘅暴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嚴正表明，國家絕對唔會被恐怖主義摧毀。由於全市嘅空襲警報到依家仲響緊，當局呼籲市民繼續留喺防空洞，唔好出嚟。睇返昆州新聞，布里斯班北面嘅 Narangba 尋日清晨發生警員開槍擊斃嫌犯嘅命案，一名48歲嘅男子喺一間住宅內被警方開槍射殺。案情指，警方今日清晨接獲一宗家庭暴力報案，隨即派員趕往現場。執法人員抵達嘅時候，發現呢一名48歲嘅男子手上持有長槍，而屋企入邊當時仲有其他家人，情況極之危急。警方嘅 Johnson 總督察隨後證實，該名男子當時手持武器同警方激烈對峙，警員最終向佢連開多槍。佢形容成個過程發生得非常之快。據了解，死者過往曾經有同警方接觸嘅記錄，當局現正調查涉案長槍是否合法擁有。由於事件涉嫌濫權或者係執法致死，當局已經將案件列為警察羈押期間死亡處理，日後將會進行死因研訊。目前廉政部門調查人員已經進駐 Burpengary 警署展開深入調查，涉事警員正接受警務工會嘅法律及心理支援。遠北昆士蘭凱恩斯發生一宗震驚當地嘅致命警民車禍，一名71歲嘅婆婆喺過路期間，不幸遭到一架警車當場撞倒，送院搶救之後，最終傷重不治。案發喺剛過去嘅星期四清晨大約7點，地點位於凱恩斯北部 Sheridan Street 同 Lily Street 嘅交界十字路口。事發嘅時候，一架載有3名警員嘅4驅警車正在轉彎，期間意外撞到呢一名嚟自 Trinity Beach 嘅71歲老婦。撞車之後，車上嘅警長同埋高級警員即時落車幫婆婆進行急救，試圖挽回佢嘅生命。救護車隨後將佢緊急送往凱恩斯醫院搶救，可惜婆婆最終傷重死亡，另一個家庭永遠破碎。由於事件涉及警務人員，昆士蘭警方高層發表聲明，形容今次係一場悲劇。目前法醫車禍調查小組已經聯同警方嘅道德標準司令部介入，並喺犯罪與廉政公署 CCC 以及死因裁判官嘅監督之下，全方位徹查呢一宗致命車禍嘅真正原因。遠北昆士蘭大堡礁海域發生一宗恐怖奪命嘅意外，一名39歲嘅男子喺出海釣魚期間，突然遭到鯊魚瘋狂襲擊，最終傷重不治。案發喺尋日中午時分，死者當時正喺凱恩斯同湯斯維爾之間，距離托尼沿岸大約50公里外嘅肯尼迪淺灘 Kennedy Shoal 附近釣魚。緊急服務部門接報之後，派出救護人員趕往現場。昆士蘭救護服務證實，男子雖然被救上岸，但係由於傷勢太重，當場證實死亡。據了解，今次係澳洲水域今年內第一宗致命嘅鯊魚襲擊事件。大堡礁一帶向來有好多唔同種類嘅鯊魚，包括生性兇猛嘅虎鯊同埋牛鯊。當局目前正係嚴密監察事發海域，並強烈呼籲任何前往該區沙灘或者礁石一帶活動嘅民眾，一定要提高警惕，注意安全。最新研究顯示，
昆士蘭偏遠地區正面臨嚴重嘅皮膚專科醫生荒，導致成千上萬嘅居民被迫承受高昂嘅醫療開支同長途跋涉嘅痛苦。以 Rockhampton 為例，自從當地唯一嘅公立皮膚科醫生喺舊年退休之後，成個地區至今依然未有任何本地專科醫生駐診。居住喺當地患有慢性銀屑病嘅居民 Samara Watson 表示，由於本地缺乏醫療資源，佢每次求醫都必須長途駕駛5個鐘頭之前往 GP 睇私家醫生，甚至需要前往更遠嘅布里斯班。銀屑病所引發嘅皮疹與關節痛楚，令到求醫過程變得更加艱辛。癌症委員會最新發表嘅報告指出，偏遠地區醫療資源失衡情況極其嚴峻。雖然中央昆士蘭醫院同埋衛生服務局強調，目前正積極招聘人手，而昆士蘭衛生部亦都正加大投資遙距醫療服務，但係對大批面臨即時護理需求嘅病人而言，現有措施顯然未能夠解燃眉之急。伊普斯威治一宗驚險嘅警匪飛車追逐案終於落幕，涉案嘅一男一女當場被捕，目前正面臨天文數字一樣咁多嘅多項指控。案情指對男女早前喺警方進行交通抽查嘅時候，懷疑心虛踩油飆車逃走，警方隨即展開路面搜捕，死咬不放，追蹤佢哋橫跨咗多個社區，最終上演咗一幕好似電影畫面咁戲劇性嘅拉人結局。執法部門證實，呢兩個人目前一共被控高達57項罪名，當中包括危險駕駛、藏毒以及係盜竊財產等重罪。兩名被告目前被拒絕保釋，下個月會直接押解到伊普斯威治裁判法院提堂。今次飛車大混戰再次敲響咗當地道路安全同治安嘅警鐘，不過大批嘅街坊就拍手稱快，好高興警方今次能夠平平安安將呢一粒路面炸彈安全拆除。一宗轟動全澳最後以悲劇收場嘅海上走私毒品案今日有最新裁決。一名知名超級遊艇營運商嘅富二代兒子正式被法庭裁定串謀運毒罪名成立。呢名嚟自墨爾本嘅男子被控係走私集團嘅骨幹成員，佢哋之前計劃喺昆士蘭海岸對開嘅公海派出快艇攔截一艘貨船嚟接應毒品，點知喺前年行動期間中途發生意外，搞到出人命，導致一人死亡。法庭調查指出，呢名男子利用咗自己家族嘅優勢，提供咗多艘豪華船隻嚟幫手行事。雖然佢老豆經營高檔遊艇租賃生意，目前完全冇被起訴，但個仔就大鑊啦。檢察官喺庭上怒轟，呢次係一場極之魯莽嘅行動，企圖將價值數百萬美元嘅可卡因偷運入澳洲。被告下個月就會判刑，預計將會面臨漫長嘅鐵窗生涯。以上就係今日嘅新聞摘要。天氣方面 ，Brisbane 今日微雨，氣溫介乎17至24度。Toowoomba 今日微雨，氣溫介乎15至20度。如果鍾意呢個頻道，麻煩留言、點讚、訂閱支持一下，多謝，我哋聽日再見。